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3月11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95篇，出埃及记第16章27到35节，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找。耶稣基督告诉跟随者说：你们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得找到，敲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有时候因为有凡祈求的就得到，寻找的就找到，敲门的门就开了。你们当中有谁儿子要面包，却给他石头，要鱼却给他蛇？你们离开邪恶，还晓得拿好处给自己的儿女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亲，岂不是更要把好的东西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吗？所以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，就得怎样待别人。这就是摩西法律和先知教训的真义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第12节。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来问，像你我在寻找什么，我们就寻求到什么，这是重点。时常看到一些所谓的基督徒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委身，没有呼召。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基督徒为消费型的基督徒，但并不都是要追寻一个归宿、认同或是目标，还有委身的地方。通常这样的人都忙着追求得到关注的眼光，得到满足，得到舞台，得到认同，却不见得会去认同教会或其他的人一样。通常保持着这样态度，在忙着追寻的人，就会如同出埃及的这个以色列人一样，在信仰的旷野当中来流浪。因为基本上是没有完美的教会，也没有一间教会只提供需要，不需要任何的付出的。耶稣基督新的诫命这样说：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第2条也相反，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没有说尽量拿，尽量取，不用付出。你们在寻求什么呢？有一首基督世祖歌本里面的诗歌，叫做《领我啊，领我》。歌词这样说：黑暗愁云阻挡我道路，我怎能找道路？前面道路错综而迷离，领我啊，求主领我，领我啊，领我，绝不走错误道路。领我啊，领我，领导我走的天家路。是的，天家是我们基督徒的最终归属之地。而在地上呢，各处说求主领我。其实基督徒就是要这样跟随基督的使命，要领受救恩，要去接受呼召，去认同，去委身，去服侍。新的诫命又说：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了。
更明白的说，有委身、有认同、愿意付出、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那才是耶稣基督的学生。千万不要学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上帝说每天只捡拾每天的分量，不要多捡拾。但总是有那种消费型的人存在。圣经记载说，到了第7天，有些人仍旧出去找食物，但什么也没找到。他们的结果呢？出埃及记的记载说，上主对摩西说：“你们到现在还不肯遵守我的命令吗？记住，我是上主，我给你们1天的休息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在第6天给你们2天的食物。到了第7天，每一个人都必须守在家里，也不准出门。只要愿意遵行上帝旨意，上帝奇妙的恩典就会临到。以色列人的都是缺乏的旷野，就领受了上帝奇妙的恩典。吃了这是什么？40年，一直到他们进入了迦南地。虽然在旷野，以色列人必须跟随主的脚步，遵行上帝的诫命，顺服、谦卑，就能够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应许之地。在追求什么？在寻找什么？法利赛人这样的评论耶稣说，他收的门徒比施洗约翰还要多。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吗？耶稣听见了这件事就离开了当地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不是重点啊。法利赛人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教导的真理，没有领受属天的生命，却只有看到数字。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只想着肉体的温饱一样，法利赛人的焦点也提醒了我们，不要重视那数字，要重视灵命。常常听一些牧长兄姐说，他们一辈子为了多少人施洗，或邀约了多少人来到教会来礼拜，这都是非常好的。信仰生命的重点，就如同撒玛利亚妇人与耶稣在井边相遇一样，这并不是数字的问题，而是生命相遇的问题。我们来想想看，有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寻找的是水，但是却因为她在这个中午旷野最热的时间出去，我们知道他的目的不是只有在取水而已，他在寻找一个可以避人眼目的时机，但却遇见了耶稣基督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让这样的人能够有机会去面对自己的困难以及解不开的问题。寻找就给你们看见，上帝所赐的不一样，不一定是我们所求的。有时候不但不是我们所求的，更有时候是超乎我们所想的。寻求方向要对，目的要对，健康的指数要对，要诚心的交托。当时候上帝命令之后，他就必赐下出人意料之外的恩典。诗篇95篇，来吧，我们来颂扬上主，来向拯救我们的保护者欢呼。
我们要以感谢的心到他面前，我们要向他欢唱颂赞之歌，因为上主是大能的上帝，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，他统辖全地，从最深的地穴到最高的山，他管理自己所造海洋，他管理亲手塑造的陆地。来吧，我们来匍匐敬拜，来向创造我们的上帝跪拜，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收养的子民，是他带领的羊群。你们要在听他所说的话，不要顽固，像当年米利巴的祖先，不要像他们在撒玛的时候，虽然他们看见了我为他们所做的事，仍然在那里考验我，试探我。在40年之久，我厌恶的这些人，我说他们都是多么的不忠，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，因此我们在愤怒之下发誓，他们绝不能进入我本来要赐给他们安居乐业的地方。感谢天父上帝，让我们可以如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寻找就寻见。方向寻求，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道。让我们愿意遵行主的旨意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